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站立在主日清晨，我们一起来敬拜他，让神的恩典慈爱降临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站立，来，手借给我来。我们有伟大奇妙的神，我们要来经历他奇妙丰富的恩典。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使瞎眼看见，瘸腿能行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使瞎眼看见，瘸腿能行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姐妹，我们在想说，在你现在有没有碰到好像觉得很难很难，不是你能够掌握，不是你能够做的那一件事情？当我们再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在宣告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的时候，你把那件事交给神，交托给上帝。当你宣告说这位是伟大奇妙的、无所不能的，你把你心中那一件跨律的事，在唱敬拜这一首诗歌的时候，你就带来到神的面前。在我有难成的事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好不好？当我们继续从头在唱的时候，特别在宣告的时候，你把这难事。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使瞎眼看见，瘸腿能行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那没有难成的事，在那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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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没有难成。这一遍来，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拍手赞荣耀归给那个没有难成事的神哦。弟兄姐妹，我们要来赞美他，因为他无所不能，所以我们记得只管能把我们的难处带到他的面前，先献上感恩，先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再一遍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弟兄姐妹，我们来经历神的供应我的是我的而已吗？还是你的？这位神是你的吗？还是只是我的？当我们在看到诗人宣告说那是我的，表示他经历过供应，经历过在那可安歇的溪水旁。沙漠会不会有大水，会有土石流，会不会？很疑惑的看我，会不会？你们觉得会不会？会。有一次我带团要过埃及的边境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检查站被土石流淹没，所以我们要靠着人工以前过去的时候是经过那个 X 光检查机那一次刚好土石流，哇！所以我们拖着那个行李要过边境的时候都是土我还记得我们有一位团员他忽然护照不知道掉到哪里去，哇！我们就紧张了，大家都祷告，然后就找到了，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神是引导你到可安歇溪水旁，就是在那边喝水的时候，没有突然来的这样的一个土石流或是大水来冲刷很难想象很难想象。但是导游告诉我们说，确实那个是大水冲刷的痕迹所以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的全能的神全能的上帝可以帮助我们，他是你的牧者嘛，所以你赞美他。主啊，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主啊，你是我的牧者，我必得到供应、引导、赐平安、医治、保护，为我们征战、赦罪、永恒的救恩。这位神就是要给我们的，你可以向他开口感谢赞美。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你的缺乏向神来祈求。什么是拦阻我们领受的因素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祈求赦免。弟兄姐妹，开我们的口，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这位神。开你的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阿爸天父，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你是将一切掌握一切美好的资源，能够将这些资源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运用这些资源来荣耀神，使我们得着这样的恩典跟享受在神你所赐的创造里面。主，我们感谢你，特别是让我们在我们不知道前路如何走的时候，你用你的恩手慈爱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走在你恩典的道路。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所以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愿意将一切美好的事物供给给我们你所造的人。主，我们是你所创造的杰作，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你的样式，让我们生命活出你所要给我们的美好。也让我们知道说如何除去拦阻我们领受神恩典的这些的障碍。也愿我们能够随时谨守主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留意听从、谨守遵行，以下的福就要追随你们。谢谢主，因为你的话语带有应许，让我们细细的查考、熟读你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在里面看见神你的应许。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都有我们日用的饮食的需要，我们身心灵的需要，所以我们要透过上帝的话来再次提醒我们，为什么还在忧闷呢？一起来。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诗人他在跑路的时候，诗人他在缺乏的时候，诗人他在遇到困境、无路可躲可走无处可躲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道路哦，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的帮助哦。”向神来支取他属天的能力。思想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什么样的角色？弟兄姐妹，你的身心灵需要神的同在吗？你的婚姻感情产业需要上帝的恩手来帮助吗？你的事业工作需要神在使无变有当中，希望神在开天窗请福于你，让你无处可容吗？弟兄姐妹，可能你有子女，你的孙他是在课业的学习当中，求神来恩待特别让我们知道，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如果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包括我们的亲人，我们邀请主成为你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特别灵与他能够连结相通。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一起为你来祷告，或者是坐着。弟兄姐妹，宣告神的医治，宣告神的供应就临到你的当中，先宣告上帝的保护与你同在。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奉你的名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就是要得着你随时的帮助。主，我们可能在睡眠上有障碍，主，我们在心灵上跟人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障碍，有人际的障碍。奉主的名来捆绑一切这些拦阻我们、破坏我们人跟上帝之间这一些的交通。奉主的名，我们自由的来到你的面前，大大张口，你必大大来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我们带着渴慕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来赐福、医治、供应跟带领。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赐福的源头，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你是我们的保护者，你是我们避难的安全之所。谢谢主，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让我们也一起来领受神你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掌权。因为我们常常受到外界的干扰，我们的灵慌张，我们灵不安。神你在哪里？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着自由。愿你的主圣灵来赐给我们，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盼望，得着依靠，得着帮助。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最后我们要来为了主日来守望为了神的教会能够在这个地方发光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寻求上帝话语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就是瞻仰他的荣美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在圣殿在敬拜的时候，不只是在这边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随时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遇见神，都能够与他连接。我们为着我们个人，我们在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很快我们在隔壁有这样的一个庆祝我们的新堂，为了宣教，为了年轻的族群，为了孩子我们要呈现这个地方给神，神降福在那个地方。我们因为今天下雨，有时候医疗关怀也停就是暂停了外面有下雨吧？有了因为我们没有出去。我们
青年牧区昨天晚上礼拜完之后，就到阳明山的福音园就是在营地那边有同工的退休会，我们为他们来祝福。这个礼拜有祷告见证会愿我们一起来见证上帝的同在我们为了友爱基金，我们透过友爱基金来祝福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需要帮助的肢体愿上帝来赐福，透过教会慈惠的服事让这些的家庭他们得着帮助，得着从上帝来感受到上帝的爱，透过教会成为一个祝福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站立，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预备来进入到我们的赞美敬拜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你在这里，主我们热切期盼在敬拜当中来遇见你。我们要宣告，我们要相信神你就在这里，你与你的子民同在，神你就在这里，你降下你的圣灵，你的圣灵运行自由的充满在你的教会，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来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支取你属天的能力，支取你属天的恩典。谢谢耶稣，接着祷告祈求感谢你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要宣告你就在这里，当你的子民合一敬拜，当你的子民合一来祈求，我们热切的期盼就在这里来敬拜你，就在这里来遇见你的同在。天要敞开，神你的道要传遍，借着我们的口来分享，把人带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的灵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无所躲藏。主，我们感谢赞美，因为你的灵要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面对艰困的环境，依然借着你的信心，然后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祈求感谢。我们就要宣告，看见神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必赏赐在你的子民当中。谢谢主，我们也一同用主祷文，一同要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喜乐的赞美我们的神。借我你们的双手，一起来鼓掌。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聚集，在这里遇见你。哈利路亚！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主啊，天要敞开，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你，我们才能够在这里；因为有你，我们才能够领受这样满满的恩典。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主啊，我们在这里，在这里，在
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主啊，你给我们的信心，第三道海星星，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主啊，我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一起鼓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一起来向神欢呼！我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哈利路亚！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主，我们赞美你的荣耀，赞美你的恩典。哈利路亚！是主，谢谢你。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请坐。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因为主，我们会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看见你为我们行了神迹奇事。哈利路亚！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是主，你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哈利路亚！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一起来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主啊，你必带领我们欢呼向前。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主啊，你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哈利路亚！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
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再一次来向主来欢呼，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谢主，谢谢你。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一起来鼓掌。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哈利路亚！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靠着你，我们就能够施展从神而来的大能神迹奇事。这主，谢谢你，主，我们看到了你为我们行的大事，但我们却不知道该如何来到你的面前。而这时之后，主，你对我们说，就以祷告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道上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主要当我们感到软弱无助的时候，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我是软弱及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找我们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将你的为你自己来祷告，喜乐的事也好，软弱的事、无助的事、难堪的事也好，我们都祷告交托给神。求主带领我们的生命，求主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有主你的看顾，有主你的恩典。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每一次我祷告，我要是主，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主，你将我们的
的一切都交托在神你的手中。哈利路亚！再一次向神来祷告。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到山被落雨，道路被不平，世界国归向，世界国来归向你，世界国归向你。主，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你愿意你所造的子民都成为蒙福的子民。你愿意你的子民都来诚心谦卑来敬拜你，因为你的话语应许说，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主你必赐福。敬畏你、敬拜你是一个蒙福的管道。我们奉献在你的面前，不论是我们的时间、爱心、信心、金钱，我们为圣工所用，这是神你的心意，这是主你的心意。你愿意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子民，你也赐下蒙福的管道，你更赐下蒙福的秘诀，就是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支取你属天的能力，支取你属天所要供应的一切。因为我们要宣告你是掌管所有资源，你是掌管万有的主。每一次我们站在破口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你奇妙的手就堵住那个破口，让我们破落的口，让我们流失的财物，让我们流失的这些美好的机会，就重新主你把我们堵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谦卑敬畏，让我们寻求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把我们带领到神你恩典的道路上面，回转来归向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来悦纳。今天我们早晨所要聆听的话语，愿你来赐下。今天我们所要领受的资源、领受的恩典，愿你从你的施恩宝座就降临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谢谢主，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照这样遵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蒙福的子民。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要再一次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哦，就好像外面的恩雨一样哦降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下雨真的讨厌。但如果上帝的恩典就像降雨充满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会不会讨厌？不会啊。所以我们神都有他美好的意思哦。所以我们感谢我们来感谢赞美这位主哦。那我们要欢迎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哦，郑家清弟兄在我们当中，请你站立起来，我们欢迎你哦。愿上帝来赐福你请坐请坐。昨天我们办花展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经过的，他就是有一种感动，要走进来。他很怕说走进来不知道会不会被拒绝。我说你来就对了，弟兄姐妹。好，那我们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我们10月2号临时混合会已经顺利选出长老5名，只是7名，当选的名单如下。简忠义、张富春、林顺正、陈丰盛、贾伟克前面4位是4连任后面1位是3连任。我们来看执事的名单，有张维轩、吴素兰、黄美英、许淑维、徐田恩、陈玉新、黄君义。那前面的6位是4连任最后1位是3连任。我们要来看，如果这对这个长职所选出来的结果有异议的，请在今天以前向小会来提出。
我们预定在12月4号主日礼拜当中，我们要来就任哦。我们今年最后一次的圣礼典是在11月6号举行所以要受洗报名的把握住这个机会今年的这个机会向游牧师或行政干事来报名。那我们要为了庆祝社教57周年新堂装修落成，我们定于下个主日在隔壁33号富邦的银行2楼我们要举行献堂感恩礼拜，所以弟兄姐妹当天只有1场。我们上午8点就开始报到因为我们的衣服还没有来如果你有登记的，那在最近几天就会来那我们在当天的早上8点开始报到，向小组长领取。那9点我们会在我们的49号外面的骑楼举行鼓舞还有剪彩的仪式那个9点半就开始入座因为那边的座位我们尽量就是塞满，塞完之后，如果那边真的坐不下，就是第2现场敬拜现场会到这边我们会转播转播。欢迎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有登记的记得那天回来，我们已经有登记的这个 T 恤请我们按照你的组别跟组长来领取。我们在昨天开始有这个花艺展感谢主，从开幕礼拜生命的见证，也看到每一盆都是弟兄姐妹这些姐妹的精心创作。但是我告诉大家说，我们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最美的杰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眼中看为最好的、甚好的杰作，所以我们活出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样式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5号，我们可以到下面，每一盆的创作都有它的主题你好好的细细来观赏好，我们在台语礼拜当中会颁发我们最近的领袖列车的勤学前3名第1名是李秀娥，第2名是詹翠温，第3名是黄诗瑜。好，我们今天因为外面下雨，所以我们到市立图书馆的医疗咨询就暂停一次OK， 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我们一起来。又在王和摩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上帝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以斯拉记7章28节，再一次来。又在王和摩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上帝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并与我一同上来。以斯拉记7章28节。愿主的话存记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预备心来奉献。主的话提醒我们如何向神来彰显他的向神来献上感恩奉献是甘心乐意，是出于甘心乐意，所以不用勉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一起透过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是平安喜乐的主，你是释放我们重担的主，你是让我们生命充满正能量的主。感谢你在我们的生活中丰丰富富的供应，还有看顾。愿圣灵能够保守我们，时常能够知足。也求主你让我们真的能够领受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将这些所有的恩典献上感恩。我们现在献上时间、金钱还有才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坐下，彼此来祝说，我们要经历神的手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经历神的手来帮助我们。请坐。我们要经历上帝的手来帮助我们，就像他的手如何帮助以斯拉，在困境当中缺乏当中，上帝的供应。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在以斯拉记第7章11到28节。最近我们的读经进度就在我们一直透过以斯拉记来看见教会圣殿的重建。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第7章11节，一起来。亚达薛西皇帝把以下的诏书颁给以斯拉。以斯拉是祭司和经学专家，精通上主赐给以色列的诫命和法律。我亚达薛西，诸王之王，赐予给精通天上上帝法律的经学专家以斯拉祭司。我命令帝国内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愿意的人都可以跟你一道回耶路撒冷。我连同我7个参谋，派你去调查你的法律。你要带我和我的参谋甘心奉献的金银供物给那位住在耶路撒冷圣殿的以色列的上帝。你也要带着你在巴比伦省征收的一切金子和银子，以及以色列人和祭司们自愿献给耶路撒冷上帝圣殿的礼物。你要谨慎用这些钱买公牛、公绵羊、小绵羊、谷物和酒，奉献在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坛上。剩下的金银，你可以按照你上帝的旨意，用在你和你同胞认为妥当的地方。你要把所有交给你那些圣殿侍奉用的器皿献给在耶路撒冷的上帝。此外，圣殿所需要的其他东西，你都可以从国库取用。我命令所有在河西省的财政官员，尽快供给这个天上上帝法律的经学专家以斯拉祭司所要求的每一样东西。最高限度可达银子3400公斤，麦子10000公斤，酒2000公升，橄榄油2000公升。至于盐不受限制。天上上帝为他圣殿所命令的，你们都要热心去做，这样他才不会向我和继承我王位的人发怒。你们不许向祭司、利未人、歌手、守卫工人或任何跟这圣殿有关的人征税。以斯拉，你要用上帝给你的智慧，指派行政官员和审判官去治理全河西省的人民。
就是那些遵守你上帝法律的人民。你必须把那法律教导不明白的人。如果有人不服从你上帝的法律或这帝国的法律，必须立刻受严厉的处罚，处死或放逐或没收财产或监禁。以斯拉说：愿上主我们祖先的上帝受赞美。他是皇帝自愿以这方式让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得尊荣。上帝的恩典使我赢得皇帝、他的参谋们以及他一切有权势的官员们的赞助。上主我的上帝赐给我勇气，使我能招聚很多以色列宗族的领袖跟我一道回去。感谢主，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看见，在整个背后都有上帝的手在怎样掌管，在掌握，在引导，在供应。还有你看到什么？看到他的保护，看到他能够让整个过程很通畅。还有看到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思想到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拦阻，或者是说有一些的障碍？这些的障碍是因着什么原因来产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灵在哪里，就让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当中，开我们的心窍，看见你律法当中，就好像以斯拉他精通，他看见，他明白，他用信心来支取你所给他的勇气，让我们看见这个话语也向我们来诉说。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为了庆祝社教57周年那我们在第一波的活动是什么？还记得吗？33的运动会 ，Passion 的运动会那昨天我们在1楼49号的1楼，我们有举行花艺展那透过这一些的弟兄姐妹特别是这些的姐妹有13位他们平常就参与在教会这些的服事那我们如果在群组里面，我们都有看到这些同工把历年一些主日的服事献花在神的面前，来让弟兄姐妹可以赏心悦目，然后心情好来敬拜上帝。那透过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昨天一个开幕他们也分享他们如何用心来参与，他们为了要服侍上帝，在这边不够的学习，特别又去外面来学习，可能从18岁他就有这样学习，原来预备在70岁的时候，上帝让他有机会来参与在这个插花的奉献他们也开始在诉说神如何透过他们在他们的服事过程当中，在他们的家庭，特别是另一半有的还没有受洗他们真的是愿意让这样的一个时间机会给另外一半能够来参与，能够来奉献，真的不容易了因为当了长职，当了这些服事同工可能他们要有更多的时间在教会来服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因着他们所创作的这些的作品，让我们看了能够什么赏心悦目那每一盆创作都有它的主题，比如说诉说上帝的恩典还有呢生生不息，还有呢你自己看好不好你自己去看每一个创作的姐妹，她们从她们的手从她们的心所想的，她们心里所想的，用她们的手来呈现一个美丽的作品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我们看见，其实昨天牧师在开幕礼拜的信息就是神创作，上帝创造这宇宙万物，特别是创造了你，这个是最好，圣经说甚好的一个杰作，同意吗？还是你看到那个镜子就哎呀我不满意我？很多人是这样的哦，哎呀我不满意哦，那到底要怎样才满意啊？神创作的每一个作品都是特有的、独特的。你跟旁边看一下旁边有没有跟你一样？绝对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哦，说不要轻看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所有的这样的创造。所以在今天的圣经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刚才的经文一直在提到一句话：上帝的手，上帝的手。他怎么样改变王的心？他怎么样改变人的心？他怎么样调动万有？他怎么样？所以，当我们好好的去细读这些的话语，我们看以斯拉，我们回头又看，我们几节的看，我们一章的看，我们要学习像以斯拉。圣经你有没有看到说他精通，或者他精读，他熟悉上帝的法律？这个会影响到后面，连王他说他所求的王都怎样答应的。国库通什么？通什么？不是通党库，国库通什么？通你的那裤袋。好，有没有看到？但是他会好好的运用国库通圣殿的库房，有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在圣经的世界里面，我们回想从第一章，上帝激动了谁的心啊？古列王、塞鲁士王，然后呢，大流士过来的亚达薛西王。我们看到这些王，这些外邦的王，都被上帝来感动。那感动做了什么事？所以上帝的灵感动，然后做了什么？然后在子民要回归，等待了70年，有的可能不到70年。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批我们看到所罗巴伯，第二批是谁？以斯拉。今天我们要看第三批尼希米。我们接下来会看尼希米，所以我们是看连续剧，好不好？我们看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最近在看以斯拉，然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建圣殿，他们落成过来要建什么？今天我们的圣殿新堂，刚好在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落成，然后呢，要建什么？这个在提醒我们，什么是神的殿？是只有这个33号、49号2楼的圣殿吗？还是说，岂不知你们身体是什么？上帝的殿。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建造它吗？当你的圣殿被建造落成了，然后呢？今天透过以斯拉，为什么亚达薛西王他会选以斯拉？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刻？为什么要读上帝的话？为什么要是选一个精通上帝的话的人？我们一起来看，特别是透过先知哈该还有撒迦利亚。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因为他们的激励，使那个停工15、16年的工程继续可以得以进行。当大家欢欣快乐，在欢呼落成这个新圣殿的敬拜的时候，然后呢？然后上帝的手又激动了谁啊？亚达薛西王。你看，经过了不同的世代，可能经过了70、80年，上帝使用了以斯拉。以斯拉完之后，上帝使用的尼希米，在外围
有好的圣殿，如果没有外围的城墙保护，很快的这个圣殿就会被攻击啊！你看上帝的恩手，在每一个世代、每一个时辰，就好像上帝在过去的世代，他如何借着不同的牧者、不同的长子，建立了创立的迦南教会。昨天文杰长老在大家看回顾，哇，那个是谁？哇，那个凯恩长老那时候很年轻呢，现在也蛮年轻的。哎呀，经过了57啊，跟他同岁哦，教会比我大1岁，你知道吗？哦，所以我们在庆祝57年哦，感谢主哦，就是在凯恩长老那一年哦，教会被创立，对不对？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第一任牧师、第二任牧师，到牧师第几任知道吗？算了，你们再去看哦。所以在每一个时辰，我们建造每一个不一样的圣殿，在针对那个时代，坐在台上或者楼上的，或是在座的，你曾经参与你曾经参与在教会的建造，然后现在呢，还是可以参与了。不要因为你的年纪所以我做感谢的就是说，我们看见这一些的70、80岁的这些的小组长们，他们依然在带领社区的这一群的朋友。你还可以做什么？神还可以给你有这样的一个余力、体力、耐力，可以用在哪里？今天我们透过上帝在每一个世代的拣选，他一定特别有心意崔顺兄，对不对？虽然住在台北德福也可以来参与，需要这些的领袖们。过去的4、5年，我们看到这些社区的朋友，30、40位年长者受洗不容易礼拜五我们的社区的一位长者90几岁，你知道他到最后没有办法说话，老化、退化了，生病了。外老那个阿弟推着他，没有办法讲话。牧师跟他打招呼，哇，他很喜乐，你知道吗？因为他都认识我们，他认识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当他我说他是蒙主恩召吗？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呢？他非常喜爱来这边，他最后的人生阶段是在哪里？迦南教会，明白吗？所以那天我不能去我们的同工，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自发性的去到会馆，去到殡仪馆外面那个会馆，然后呢，去治愈，去唱一首耶和华祝满满。他的儿子女儿都知道他妈妈在教会被关心，有没有看到什么？看到这些的年长者，他们也愿意参与，然后陪伴。我相信透过整个过程，他的儿子在诉说他妈妈最后的人生阶段，是因为有教会的参与，因为有教会的陪伴，所以他很安详的离开这个世上。所以我们听了都不舍，但是我们问一个问题：他有得救吗？虽然他没有受洗，但是我心里相信，他每次他愿意来到这边，他是喜爱这里。然后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分享的福音，他都记在心里面。得不得救，那是上帝的主权。但是我相信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今天透过这段的经文，在描述上帝的手怎么样指示、命令亚达薛西王，一位外邦的王，能够受到调动万有、掌管万有的上帝来影响。然后呢，他回到耶路撒冷，最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圣殿外在华丽的圣殿盖好了，现在要盖哪里？心灵的殿。
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引导他们明白上帝的法律，才能够有后面的保护、供应、赐福。再听一遍，因为有前面上帝透过以斯拉来重建他们的心灵，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怎么样站立起来。为什么过去他们被掳？为什么他们失败？为什么上帝的恩手、上帝的保护离开他们？心重新跌倒，重新站立。所以我们要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来认识这位你所信靠的上帝，我所信靠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啊？是只有一个小区的神，好像民间宗教信仰所信仰的，过了这一区，这个土地公就没有用了。参头参尾安怎？土地公啊，他只是固守这口田而已吗？还是我们的上帝是不管你到美国，你到哪一国，都在那边？他是掌管万有的。昨天我给弟兄姐妹看到那个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了，包括在每一个区域、每一个星球，认识我们透过亚达薛西王，从塞鲁士、大流士一直到亚达薛西王，经过了70-80年以后，我们看到这些外邦的王一个一个接一个，都受到圣灵的感动、上帝的激动，然后他们回应：我给你们，你们要用到什么？上帝的殿，你们要用到什么？上帝的有关上帝的，有关上帝的。如果你刚才细细的来读上帝的话，你就看到说，从一个外邦王的口，然后说你们要做什么，比这些人还热心呢。有时候外邦人比我们还热心，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看重新来建造，一起起来，从你的心来建造。外在你有外在的这一些的建筑不够。要重新让我们有正确的这一些的态度，敬拜的态度，你领受上帝话语、读上帝话语的态度，这样让你读得懂。你要种哪里，种你的心灵有没有被建造起来，然后从那里开始来建造。刚才牧师有跟大家提到说，他们从哪里失败？从离弃上帝，就是从心嘛。他们移情别恋，他们去敬拜偶像啊，对不对？他们的心已不在这位上帝。虽然过去在整个救恩的历史，上帝如何带领他们的祖先出埃及，这些都有历史可查，但是他们的心怎么样？变心了啦，变心了。所以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来。上主万军的统帅对祭司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主人。我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怎么不尊敬我呢？我是你们的主人，你们怎么不敬畏我呢？你们藐视我，还问我们怎么藐视你呢？你们把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祭坛上，还问我们怎样玷污了你呢？我告诉你们，是因为你们藐视我的祭坛，你们把瞎眼、跛脚、生病的牲畜带来献给我，这还不邪恶吗？试试把这样的动物送给神长，看他喜不喜欢，领不领你们的情。上主万军的统帅说：我多么希望你们当中有人会把圣殿的门关起来，使你们不能在我的祭坛上点没用的火。我不喜欢你们，也不接受你们献给我的祭物。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这些犹大的子民，他们变心，他们所献上，特别是虽然他们回归了，但是他们所献上的这段的经文是记载在马拉基书的第1章。马拉基书所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以斯拉跟尼希米的中间这是特别在我们读以斯拉这一段的历史当中神也透过马拉基这位先知
来诉说你们怎么了，你们变心了。你们虽然有在做礼拜有献上，但是这个献的心是怎样不好的，神不喜悦的，污秽的，然后呢有缺陷的。我们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然后把有缺陷的献给神吗？这个是一个提醒哦。我们把剩下才给神吗？还是我们分别为圣，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3章10节，我们常听到的，牧师也常常在提醒我们的11的奉献，是把怎样当纳的，把分别为圣的先分别出来，然后献给神，神后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祝福，不是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连外邦人都不如。我们看到这些亚达薛西王，我们看亚达薛西王跟以斯拉说：“你可以怎样？你提出你的要求，然后国库通圣殿的库房，看你怎么样去用，够不够？不够再跟我讲。”你看这亚达薛西王还有他的7个参谋7个大臣都那么阿萨利，那我们呢，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对神是不是斤斤计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重新来建造，就是他们如何变心离开上帝，然后上帝的保护离开他们，被掳，他们过了被不自由的生活。这里我们看到马拉基或者是以斯拉，他们来重建这些百姓的心灵，就是要让他们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哦。现在归回了，要让他们得着是真正的自由啦。第二个，他们要建造是怎样？敬畏的态度之后，要谦卑受教，不要有傲的心。所以特别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亚达薛西王，然后来拣选圣经。刚才我们读的说，精通上帝的律法的以斯拉，精通就表示说，这些的百姓怎样离弃了上帝的话语好久好久啊？为什么？因为没有把上帝的话记着，所以才去得罪。所以我们看到诗篇里面有一些的作者就是说，我将你的话深藏在我心啊。天韵的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过来的，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在告诉我们说，我将你的话语存记在我心里面，是谦卑受教，然后免得我怎样得罪啊。这些百姓就是这样，所以透过以斯拉要再一次来帮助他们重建他们的心灵，重建那个骄傲的心，因为他们看清了上帝跟上帝的同在，去敬拜外邦的神明，导致他们怎么样？他们被掳，导致他们的流离失所。我们从细查以斯拉的族谱，我们发现原来他是谁啊？原来他是亚伦的后代，他是有资格来延续做祭司的。弟兄姐妹，做祭司的角色是怎样？我们先来看这段的经文。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你们不肯领受训诲，听从我的话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就表示他们过去他们不听从上帝透过先知所讲的训诲，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高傲，他们离弃神。今天上帝透过以斯拉再一次要把他带回到上帝的面前。祭司是什么角色？站在人跟上帝之间，是当上帝跟人要交流的时候，透过他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也透过他把上帝的恩典慈爱带到人的当中。这个就是祭司啊。既然我们新教的信仰精神说什么？那你新教的信用精神、信仰精神说什么？万民皆什么？那表示如果你信主了，你是谁？
你跟你的旁边说你是祭司，好像很惶恐。祭司是什么？你可以把你所领受上帝的话语，然后告诉他：原来你是上帝的宝贝哦，上帝也看重你。今天耶稣来也是为了你。这个就是祭司的角色，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上帝使用可能你的音乐，对不对？那个音乐做好了没？还没有。我要录11月了哈，我们的金义新任的执事哦，他在做我们11月开始哦要新录的这个 jingle 哦，这个是我们迦南之声的那个什么片头片尾音乐哦，会有奖征答，是不是？OK 哈，如果你11月开始哦，你听这些音乐是怎样的音乐啊？你可以，我们有预备奖品，可以有奖征答这样哦。所以鼓励就是要鼓励什么？我们读上帝的话语，好吗？就好像亚达薛西王，上帝感动他，然后来拣选以斯拉来教什么？教上帝的话。所以我们都有圣经共读。连长老有跟我说，牧师。有点难，说对啊，但是我们就好好来读。牧师会透过讲台，牧师会透过迦南之声我们的团队会透过这样，然后庄信的牧师来帮助我们我们好好的来读上帝的话。你要读上帝的话，第一个牧师都会这样祷告：求主开我的心窍。让我明白你的话语。牧师从哪里学的，知道吗？路加福音24章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心窍，他们就明白圣经。哇，原来心窍被开启了，所以就融会贯通了。所以你要读上帝的话语，再次提醒。主，求你开我的心窍，让我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真理。为什么？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所以你就不会被一些的风俗习惯所束缚。哎呦，这个也不敢，那个也不敢，这个也不能碰，那个也不能碰。你就知道真理叫你得着自由，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你就可以分辨了。所以。上帝借着以斯拉来教导，让他们更谦卑，来到上帝面前，重新来听上帝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的滑手机比我们看圣经还多了好几倍，不是吗？不是，感谢主哦。我们看圣经是在看手机是在看圣经。如果是这样，感谢主哦。但是常常不是这样。所以以斯拉他精通上帝的话，上帝透过他拣选他。今天上帝也透过这些领袖来细读上帝的话语，然后共读，然后陪读，陪人家读圣经。跟你的旁边说，上帝就是要你耶，上帝就是要你啊！不要自己读好不好？可以陪人家读。你就设定对象，这个就是我们圣经共读的一个目标啊。第三个，我们要我们从亚达薛西王他下给以斯拉的诏书，我们看到他也认同，他认同这个以斯拉，所以别人认同他读圣经。我在面谈我们好不容易要受洗的这个青年那牧师就把整个圣经融会贯通。我每一次我都会提醒大家，我说你知道圣经有几卷吗？我没有注意，我再复习一遍好不好？圣经总共有几卷？66卷。旧约几卷？39。新约呢？那好记的39加起来就是这样，记得了吗？旧约39，然后呢27是新约的卷数，加起来66卷，好不好记？我这样讲了，这位青年牧师，我
永生难忘。对啊，因为你记得了上帝的话，就永生难忘，明白吗？永生就在里面。316，牧师你在讲报名牌吗？316是什么？约翰福音3章16节，信耶稣的得什么？永生，不是水牛，好不好？那个一点一被拆掉就变水牛，好不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的话告诉我们，哇，里面原来有永恒。你在哪里去找往生？往哪里生？不晓得。在耶稣的话语里面有永生，这就是要让我们能够领受的哦。所以不熟悉上帝的话，怎么样去带领别人呢？怎么传福音呢？你都把他带到牧师的面前而已吗？不要这样好吗？好吗？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你熟读圣经，你可以带他决志。如果搞不定了，再带来给牧师。我相信你能，因为万民皆，你把你的职分做好，上帝的话语读好，神就派你。你要怎样，你也要，你可以。这些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神差派，透过亚达薛西王指派委任以斯拉。今天上帝要委任你，他差派你进入到你的亲朋好友当中，你的朋友，然后你也要领受像以斯拉这样精通上帝话语的能力。然后呢，你可以领受从天上这位上帝调动万有资源为你效力，好不好？你们都不要资源，要不要？要。圣经告诉我们，你就大大张口，神就大大充满。你知道苏清长老做一个见证，他听了牧师讲说：“牧师啊，你这样的宣告，哇，然后你就得了第一特奖。”我已经住完了，回来了。他就在运动会，他说：“哇，他心里也这样宣告，因为过去他那个抽奖都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一抽奖抽出来，第一个奖是谁？你们知道吗？沈世成。沈世成是谁？她的老公，所以他们可以去享受那个餐，然后。”他就在见证说：“牧师啊，过去我常常就说那不可能是我。”但是他心里面就这样祷告宣告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他。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话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同在，神的资源调动万有为你效力。这个就是上帝话也要告诉我们那个美感、那个蒙福的秘诀哦。所以，当这些人以斯拉他在他的赞美当中，他诉说了什么？连王、连他的参谋、连这些的外邦人也都甘心乐意来奉献。你呢，弟兄姐妹？我们楼下有个打卡墙，不是只有奉献金钱才可以贴那个鞋，而是说，牧师上个礼拜已经告诉大家，就是你可以参与在你的祷告、你的事工、你的奉献，包括金钱，我们一起来建造上帝的殿，包括你愿意读圣经、造就人，这个就是一个参与哦。所以第三个，我们甘心乐意的侍奉服侍，这些王、参谋、外邦人都愿意，我们看社区人都愿意，你呢？上帝的手在掌管万有，你如果从这个掌管万有的手中能够领受要给你的资源，我们上次已经有看到，就是在贝鲁在主前722年，我们看到以色列亡于亚述，然后呢，南国犹大586，主前586年贝鲁到巴比伦亡国然后在大概520的时候第一批的在所罗巴伯所带领的回到的故土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在上帝的手掌管当中，从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塞鲁士王，就是古列王，还有大流士，我们看到亚达
亚哈水乳，还有就是亚达薛西哦。我们主要最近看的是这3个王，以后看那个以斯帖就会看到亚哈水乳哦。那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有阻碍，有没有？你们是要背叛国王吗？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们去翻阅塞鲁士王的诏书，哦，原来不是，原来有王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时期，上帝的手在激动，在掌管这些国王的心，然后给资源，然后刚才讲的国库通圣殿的库房。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掌管人的心，就我们看到在第2个阶段哦，就主前458年，以斯拉率众第2次归回，然后后面第3批尼希米哦。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那么久的时间，依然上帝在掌管这些国王的心。所以你在想说，上帝在每一个历史当中，上帝都掌管人的心。为什么？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这段的经文，在甚至被迫停工，因为有百姓来让他们停工刚才的经文，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棒就是提醒我们，你信靠的是哪一位神？来。上主随意支配君王的心，正向他转移河流的方向。人以为自己所做的都对，上主却审查他的动机。秉公行义，比献祭更蒙上帝悦纳。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这位神，你所信靠，如果你信得入、信得深、信得热忱，这位神是掌管王心好像垄沟的水，对不对？这边比较白话说，好像他对那个转移的河流的方向。你知道最近阳明山因为土石流关系那有一户人家说，哇，怎么那个水从我们那个楼梯一直流下来就改道了，你知道吗？上帝在掌管人心，就好像这样掌管你的心，随意的支配。我们看到这一些的王，虽然他愿意奉献，他的动机可能是为了自己，为了他自己的下一代，对不对？免得上帝来发怒，但是他所做依然对上帝的子民，对上帝的圣殿是有益处的。今天上帝透过以斯拉来教导，然后以斯拉他全心一生的钻研上帝的律法，但是不要停留在这边，是要活出来，是要成为一个教导能够帮助别人的。所以上帝透过以斯拉我们看到他提醒我们，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对上帝的话应该是什么？很熟悉的。所以每一次我要面谈的，我说你对上帝的话语熟悉吗？上帝的话语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不然大概你讲着什么嘛？从上帝生命的起源，它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一直到中间人犯罪，然后离弃了上帝。上帝透过救恩历史，透过历世历代的先知告诉人，然后耶稣基督316福音的中心，到最后启示录，我们看到我们何去何从？人从哪里来？生命的起源，人何去何从？启示录21章告诉我们什么？你的归处，你的最后的周给在哪里生死未来都给你很清楚，那你还在寻找什么？所以今天我们透过我们，神要使你成为钻研熟悉上帝的话，所以面谈的时候，我一定要提醒他们。所以这位青年说：“哇，原来我要很努力的读上帝的话。”提醒他。第二个是我们看到上帝的话教导我们奉献的态度如何奉献？我们看外邦的这些的国王都谨慎的，然后叫以斯拉，你要把这一些，然后用在圣殿，然后在献祭上面。为什么？教会经营每一个礼拜一开门，每一天要开门，需不需要用经费？需要。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整个过程当中，神透过弟兄姐妹你的参与奉献，让整个敬拜，让整个我们的福音事工能够更怎样，更被祝福啊！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我们奉献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看到以斯拉，一起来读来。以斯拉说：“愿上主我们祖先的上帝受赞美，他使皇帝自愿以这方式让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得尊荣。上帝的恩典使我赢得皇帝他的参谋们以及他一切有权势的官员的赞助。上主我的上帝是给我勇气，使我能招聚很多以色列宗族的领袖跟我一道回去。”所以在这边一个态度就是，我奉献，我读上帝的话，就是要使上帝怎么样？上帝的殿得尊荣。当你愿意荣耀上帝，上帝就把这样的勇气，把这样的一个财物，把这样的一个资源就给你有这样的权柄，能够号召。今天你在你教会的服事，在你的职场上，神也要提升你，让你能够有这个权柄的。第三个，我们看到透过上帝话语的影响，帮助我们如何蒙福。你要活出来，所以当你活出来，当你读神的话读出来，然后活出来的话，我们看到上帝如何让这些外邦的国王、他的参谋还有百姓奉献那么多。一起来读来。我命令所有在河西省的财政官员，尽快供给这个精通天上上帝法律的经学专家以斯拉祭司所要求的每一样东西。最高限度可达银子3400公斤，麦子10000公斤，酒2000公升，橄榄油2000公升，至于盐不受限制。天上上帝为他圣殿所命令的，你们都要热心去做，这样他才不会向我和继承我王位的发怒。所以我们看到，原本透过王的供应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但是他有提到说，为了上帝的圣殿，天上上帝为他圣殿所命令的，他有没有看重上帝的命令？他看重了，他也认同他的王位，他的孙子的国都是在上帝的手中哦。弟兄姐妹，这个供应要提醒我们，是要给我们蒙福的，不是要恐吓我们说，你如果不要这样做的话是怎样。牧师常常用这一段来提醒，特别是让受洗的他蒙福的秘诀是在这里。来，你们要把1/10的全数送到圣殿，使圣殿里有丰富的食物。我是上主万军的统帅，是我，你们就会看见。我打开天上的窗户，把各样好东西丰丰富富地倾倒给你们。我不容昆虫毁坏你们的农作物，你们的葡萄树将结满葡萄。那时各国的人要说你们是幸福的，因为你们的土地将是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这是蒙福的秘诀，有前面上帝话语的教导。我们看到马拉基先知对当时这一批的子民提醒他们说，你们归回，可能过去一无所有，现在要上帝重新把这个破口堵住，要让你恢复生机，恢复你的神要供应给你的。牧师经历了好多，这些长子经历了，所以你要看他们在1/10奉献，他们愿意摆上，就是这样。为什么？不是傻子，而是说有经历，丰丰富富请到给他们，所以才愿意继续这样做。弟兄姐妹，神的法则、神的秘诀都记载在他的话语。我们看到以斯拉，他就经历了国库为他效力。我们看到他所要求的，上帝透过王满足他。今天神也要调动万有来满足，在你的供应、你的缺乏上面，神要足够。我们一起来经历就一起来建造神的圣殿，包括你的心，重新来。你要相信，
这位神是掌管一切万有的，他可以调动所有的资源为你来效力。你阿们吗？如果阿们，你就好好的让神的赐福的法则照这样遵行。好像牧师常常在提醒，《申命记》28章1到14节，再去看一遍。蒙福的法则是什么？不是你追这些的财物，不是你追这些的机会，而是让这些机会是追着你，是愿意遵守这一些才会转向追着你，不是什么？你想象那个画面好吧？你一直在追他，当你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你是转过来，他怎样？追着你跑。我们一起站立哦，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把那个破口堵住好吗？不要再让那破口放大，不要让你的口袋的破口越来越大好吗？不要让你的保险柜的破口越来越大好吗？堵住破口，重新开始。细读上帝的话，哇，原来上帝的应许好多好多。原来上帝要拦阻我们，避免掉入网罗，那个话语都在提醒我们。往后我们看，他们还犯了好多的这些神不喜悦的哦。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我已祷告来到你。健康吗？是你的经济吗？是你的婚姻吗？向神来宣告。道路被不平，是列国。再一次来，单向神来祈求。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困境，把那个困难挪开。使列国来归向你，使列国归向。再一次来宣告说：主啊，使列国来归向你，列国归向你。弟兄姐妹，积极的时候，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主你的话语说，要敞开天上的府库，倾福于我们。我们用信心准备好，我们打开我们的双手，要准备好领受你那应许，就是从你的府库要通我们的财库，赐给我们勇气，
信心去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天父上帝继续用你的爱来环绕我们，保护我们，出平安，入也平安。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办法享受你所赐的一切的财物。主圣灵提醒我们，熟读主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你的话语是让余万人能够有智慧。主你的话语是让我们得生命的这样的秘诀。谢谢主，我们在这集打开我们的手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愿你就从你身作降福在我们当中，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主啊，你荣耀彰显在这里，哈利路亚。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拍手，再一次将荣耀归给我们掌管万有的神。哈利路亚，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可以彼此来祝福，彼此来祝福，到平安啊，神的恩典够用。